克里斯塔爾係一位在西雅圖工作嘅媽媽，有2個學齡孩子。和許多家長一樣，她每天早上忙於照顧孩子，放學後還要接送孩子，同時還要找到自己負擔得起的高品質托兒服務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希望你了解托兒服務援助計劃 CCAP 嘅原因。托兒服務援助計劃 CCAP 幫助西雅圖的家庭支付1個月至12歲兒童的托兒費用。對克里斯塔爾來說，這意味着獲得課後照顧的支持，他就能繼續工作且冇後顧之憂。現在更多西雅圖家庭也能獲得資格了。西雅圖市政府已擴大收入資格範圍，將更多中等收入和單一收入家庭納入其中，為像克里斯塔爾這樣的父母提供了新的選擇和經濟援助。如果你之前已經查詢過但未符合資格，現在值得再次查詢你是否符合 CCAP 的資格，這可能會為你的家庭帶嚟很大的改變。如果你住在西雅圖市範圍內，根據家庭規模符合收入資格要求，家中有12歲或以下的孩子，因工作時間、學習或職業訓練或其他原因需要托兒服務，且目前沒有獲得任何其他托兒補貼，你可能有資格獲得 CCAP 補助。那麼該如何開始呢？請造訪 Seattle.gov/CCAP 查看你是否符合資格並開始申請流程。接下來你需要確定能配合你日程安排並可以為你的孩子提供服務的 CCAP 提供者。西雅圖市政府教育與早期學習部與全市範圍內接受 CCAP 代金券的高品質且價格合理的托兒服務機構簽訂了合約。我們的網站提供了當前的提供者列表以及其他有用的資源。你可能需要以下證明文件：地址證明、收入證明和孩子年齡證明。CCAP 不會詢問公民或移民身份。以下關於 CCAP 嘅幾件事，你可能還不知道。CCAP 一直在發展壯大。如果你已經有托兒服務機構，詢問他們是否有興趣加入本計劃。服務機構必須獲得華盛頓州的許可。你在工作或上學期間需要托兒服務嗎？如果你正在上學或參加職訓計劃， CCAP 可以幫助你共同支付你需要的托兒服務。你是否還有更多關於 CCAP 嘅問題？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ccap@seattle.gov 或致電206-386-1050。當你致電時，我們將提供免費口譯服務。CCAP，我們為你提供全面保障。